先吃吃看它的酱汁，对不对？嘟嘟吼，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，我通常都喜欢吃饭哈。没有，我喜欢摔东西。天啊，太好吃了！它太破地位啦，它太破爱起来哦。气，一下子从阿肚落去打中毒啊！啊，没比这没比例，没有，太勇嘞！老公啊，算了，不吵架。结果全部怎么讲？等一下都没了。我吃到你煮嘅澎湖飯呢啲開，那又要拉冇？有。你都冇開？冇重要。阿媽煮得好，買粥幾天沒講，我昨天很香，很好吃哦。在吃第一道菜的时候，其实我泪水已经快要忍不住了。自从阿嬷他们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很少回来这里。第一次又感觉，哎，我好像又有娘家了。虽然是个简单的2道菜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妈妈的一个想念。有媽媽嘅味道啊！哇！大家有看到有按精彩嘅異國影片冇？唔錯，今日嘅福起來，我要同大家來宣傳客家電視台又有新節目，我來同大家來見面了。細細嘅嘅來分享，今日嘅節目裡有請到位來賓，先來分享動詞來主持咧，製作人鐘明泰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鐘明泰，同歡喜來到福起來咧。哦，分享嘅夢達哦，要再個來到福起來嘅節目，下年我來到節目來宣傳咧，也為大家喺講有看一下客家電視台嘅話，聽錯對佢動手勢。唔過，大家可能會懂上嘅地氣，做乜嘅會學客家話哦。細細嘅來分享賈斯汀。大家好，我係美國來嘅賈斯汀，大家做得很愛阿典故。我相信呀，觀眾朋友可能要經過一個腦袋的置換跟回歸，然後就很多問號在轉圈圈。因為想講做乜嘅，伊個美國人，佢做咧講客話講到暗號，韓國人下講嘅，你都聽得識，錯冇？很厲害耶！賈斯汀做乜嘅暗會講客話咯？做乜愛學啊？當然學啊！當然好，我有時間我就看書啊，看客家電視台啊。比人韓英真嘅哈，我們都覺得很羞愧。真嘅比人韓國英人，根本有帶家嘅這個學習的道具，這個是學習字卡七卡州誒。係，因為數記嘅會冇天，很現實的問題。會冇天啊。客家人啊，上天，都上天哦，按你來好客啊，反正蠻耐耶。係啊，七卡州誒，然後就這樣隨身帶在身上，有閒的時間就拿來看，拿來拖。我坐插院嘅時間啊，我上廁所啊，上廁所，對，就我有閒嘅時間我就來看，就拿來看，而且唔但像聽聽呢啲好也都有客家詩，其實賈斯汀創嘅當到客家歌，那也未係因為創客家歌同誒呢孟達來結緣呢，錯冇？唔錯，因為這樣事我就因為我們係農業大旅台嘅製作。哎呀，客家電視台招牌節目啊！這樣子啊，同時就收到一個樣片，有張外國人自彈自唱客家歌樣片，我就看見，哎呦，阿妹很厲害，係啊，因為外國人講唱客家歌唱得很標準，又唱得當好，就邀請佢來上節目來比賽，哎呀，嗰時候佢就歌唱當中佢咩當認真，有關嘅問題佢就會提出來會問人哋這樣子，對，嗰時候哎呀一路哎呀過關下來，有看到就 TVB。農業大旅台歷史上第一位美國籍的旅台主，就係阿典故。我吃到幾條，一聽吃到我懂煩。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，我每天在密他們，我一直在有新的影片，我傳給他們，他們不回我，我還是會一直密他們。以後新的歌是不是學新的歌就傳？對，一直在密他們。有新的歌，還有一些發音嘅問題，一直傳，馬不停蹄，傳反。唔過咩係因為安呢？因客家電視台就像挖到寶，根本要二來宣傳懂之來主持人，咩當也有搶到賈斯汀來到節目當中，因為賈斯汀也是這個節目嘅來賓其中之一。咁下就先請孟達哥來同他分享一下節目嘅播出嘅時間。就懂之來主持到禮拜二晏晡頭9點播出，冇看到嘅話，建議早晨
11點半咪會重播，大家一定會準時收看咯。迄講暗晡時頭9點可能踢夜嘅，可能有啲阿公阿婆已經去睡夢嘅。故說聽日嘅禮拜三嘅早晨頭11點就做得來看一下這個重播的部分。冇錯。對，一天我會看，對，一天我會看，因為上禮拜播出就係播出呀賈斯汀的集數，跟語詞，對，故說挺難的，做得有請到呀孟達哥跟賈斯汀來到節目當中，今日有請到這種人來嘅話，來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當時做一個節目，動詞來主持，一開始有冇有按樣嘅想法？因為我知道係美食老情感係一個連結，故所我特時就會邀請無同樣嘅來賓來到節目當中，去展現家嘅除咗廚藝之外，還有各種無同樣老細時節嘅回憶。老料理之間嘅回憶，而且剛才沒有看到嘅預告嘅樣片，前面動到大家都熟悉嘅，也都大明星呢。有的我們填調的時節就發現過，原來亞嘅來賓係真係客家人，係啊，這樣子樣提講，原來佢細時節老家婆啊、老媽媽，佢會談客家話，會講客家話，不過睇以後就。他冇對，冇接觸按多，就逐漸用脫鈎。對，嗰時候借由一個節目就會請到細時節嘅明星。對，而且其實我覺得孟達哥就一徹底嘅做年輕後嘅兩件事情，第一就是音樂，第二就是食的東西。嗰時候從音樂跨界來做食咧，會知道有一些嘅困難冇？其實係冇共用嘅。不同的領域啦，因為音樂、音樂咪係一種算是療癒，美食咪更是一種療癒，給一種感覺按用。對，而且我自己吃到一隻節目係同 international 同國際，很國際，為什麼？其實有其他嘅外國人要來嘅。一個節目沒有邀請到其他外國人，就像我好朋友嘅馬丁，講馬丁，佢也要來啊。所以很有法國來Nelly，對，很國際化的一個。孫莎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係講像美國人上拜有看到嘅，上禮拜佢係同魚池去公館，去體驗公館嘅一啲小農的物產啊，韓國一啲好食嘅東西。係講其他嘅外國人來台灣嘅話，佢哋會去體驗嘛？該喏。就從上禮有一拜以法國來嘅 Nelly，就同嘅何嘉文子，佢係。寶山嘅乜嘢？佢就轉去寶山啊，去大旗巴，然後嗰擺就是有看到相片，就用係從通板馬做板車開始，新傳統嘅做法。新傳統，還有用嘅客家嘅態做。賈斯汀有看過按用嘅做法冇？做旗巴誒，沒有。沒有試過冇看過。有試過冇看過。全部用純手工做嘅，係啊，用佢竹竿，還有佢石頭，硬拉咁樣。哇，其實連我咩冇看過誒，應該。我咩冇看過。對啊，你沒有你睇，我咩冇看過誒，因為也下可能我爸爸媽媽就已經冇做按用清傳統嘅方式嚟擺。我就用機器做誒。對，或是現成的嗰種粉來做誒，同頭擺係冇共用嘅咧。所以賈斯汀頭擺可能對客家文化、對客家歌有興趣嘅，唔過你對客家料理、對客家料理。頭擺有乜嘅影響？也有興趣啊！有咩有興趣？沒有興趣啊，因為我很記得我去撲外景嘅時間，其他嘅外景，我就前一天腸胃那個食物中毒，腸胃炎，動眼數的很嚴重的哦，然後我想說完了，我要出外景，我就不知道怎麼辦。那我們就剛好去拍客莊，客種了。然後放午飯的時候，我什麼都吃不下去，大概都食麻了，食唔落。我就點了一個腐菜湯，泡菜湯。哦，我跟你講，那個酸鹹。
全部融在一起，然后这样下去，还有那个猪油、猪肉，哇！可是猪油不会闻还看唔舒爽嘿？不会，因为爱吃到给用时，爱就懂需要高蛋白，懂需要一些对补充营养，对那些，那我就觉得那个是哇，真的救了我一条命哎！哇，救了他一条命，很夸张哎！用手吹头，因为贾斯汀。哎呀，我现在我每次去客庄，我就一定要买一个蛋白就会买泡菜，你会政府卡气卡住哦。没有，这七卡柱啊！七卡柱啊！好厉害买泡菜啊，还有咸菜，两个一起来做，哇，真的是好好吃。还有爱掉老鱼翅，我们出那个外景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吃客家小炒。对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。因为我待台北待16年呢，我始终去热炒，对，我会吃到客家小炒，对，我会吃到冇那个东西啊，就很淡啊，很清淡，然后就吃又很像吃塑胶。确定你这样子，这是贾斯汀个人立场，没有要得罪任何店家。没有，因为全部都是这个味道了。对，所以一个不能得罪了。不过爱掉去观光的时间是3版，3版，我们吃那个客家小炒冠军了。那是人家冠军，我们雪玲师傅的吧？完全冇強用，完全冇強用。我相信呀，他天時機頭前的觀眾朋友看到這個賈斯汀對於客家嘅所有嘅文化啊、風味啊嘅熱情，對家嘅母族全部就看得到。鼓手啊，有的節目還有講到對於客家嘅料理、客家嘅情感有相關嘅東西，要同大家來分享先。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咯。淑慧姐，嗨，你好。我们现在猜一个，我就可以直接吃。好，我们现在猜猜看。你的后面头要片哈，试试看，然后可以看上面甜还是下面。很甜哦，你先吃吃看它的酱汁，多的多哈，很配饭哈，差不多了。不是我自己老王卖瓜吧，还没一口食。因为我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，我通常都喜欢吃饭哈。你喜欢吃饭吗？没有，我喜欢摔东西。我觉得天啊，太好吃了。哇，真神奇哦！也就係應該係上禮拜大家有看過嘅，也動次來做事，係魚翅同賈斯汀嘅嘅事。唔過下後賈斯汀係唔會出現到一個節目地度，錯冇？上禮拜係同魚翅傾下去村外見，然後魚翅妹係同我傾向啊，公幹嘅蔣師妹也是我的學妹。在自誇，自己講被發現的。腳本沒有這樣寫，沒有這樣寫，是我自己加的。鼓手大家會多多支持啊 ！And YouTube 每周得看得到樣片，對，下後就周得會一直更新，睇下就周得準時來收看。啊，先來講一下好誒，家下嘅是上禮拜播出嚟也同魚翅去公幹，拍嘅也是公幹有動到輕有特色嘅東西，比如講像鳳爪。鳳爪，很去炸嘅鳳爪，看起來像檳榔一樣，但它其實是紅棗，對不對？去菜市場嘅時節，就東東人都賣嘅新鮮嘅鳳爪，大家人就東東人冇看過，佢就講入邊就按到檳榔了。因為賈斯汀出太多外景節目了，他有去拍原民台原住民的一些相關節目。我看過新鮮嘅，對，大家看到就會塞棗誒。哦，所以賈斯汀妹係第一排看到紅棗這樣子的水果。第一排啊，還有我們那天去也看到第一次看到人家在賣香蕉花，香蕉花，應該有看到誒，就是比較像農莊場，張國宇誒，好特別的地方誒，懂特別嘅地方誒，分享在個類沒有力聊，沒懂講嘅，對，你上拜啲啊，沒有力的時節係做乜嘅料理呀？啊，我們做這個好是把泡菜拿來做料理，對不對？泡菜鳳爪。菜鳳爪微麵，微麵，結局是好的還是不好的？愛吃到泡起來，對，有香片，看起來很不錯啊。看起來懂好吃啊。係啊。不過食起來，
另外一件事情。这起来没好吃啊？有吗？孟达哥有吃吗？有看啊，看起来同腔，给你酱油鸡诶，酱油鸡吃啊，酱油鸡只有他吃。做对了，做对了，因为俺特别会煮面，因为我没有很会吃面啊，不说俺踢一百，自家做面，踢一百煮桶面，煮到千米变早面，嘿，不会啦，变成干面，可以创意料理嘛？懂创意了，对，所以就是继松柏刚刚讲说美浓出外景，然后爱上这个泡菜糕黑而已，阿白都懂吃来煮吃，又拿泡菜来煮面，对，那对，我们还有用那个水梨，水梨耶，还有薄的激素，对，还蛮应该是。之后对，还没之后会剥的，也有也是去腌肉，用水梨来去腌肉。呀，你去给熊哎，拿水梨腌肉吗？也是他想。哦，你还要负责想这个哦。因为这么宗旨啊，就会除了迄来宾去搞迄反映嘅料理拿手菜之外，还有当地嘅农特产会做结合。啊，你要去把熊用板结合。嘅汁就係用去摘梨嘅。哦。贾斯汀董會煎嘅牛排。哦，美國人。無所謂就是做一個結合，變做梨熊牛排。哇！不過我試過以後，我吃到我轉去美國嘅時間，我有帶一系列台灣嘅可以醃肉的東西。哦。轉去。什麼東西啊？台灣哪些？麻辣醬。哦，麻辣醬。對，因為我調擺唔太會醃肉。嗯。我都會剪一剪就。吃下生，還是落去啊？對，然後我就發現這個之後，我就開始各種肉就開始醃。因為比較偏東方的料理，確實就會很多有醃的這個動作。對，而且那個米西冇空用哎，全部冇空用。我爸爸愛上麻辣醬，麻辣醬醃肉，他自己獵的鹿，然後自己處理肉，然後他自己去醃。好有趣哦，孟大哥，我覺得做在多加記吸這種國外的文化跟台灣客家嘅文化按用來結合，我覺得都神奇呢。做對，下一集就會去米貴橋，親家爸爸一撲嘅。跟女兒私懂多錢哦。對，電視台有錢就好。去美國撲我見啊！哇，期待特別企劃，但是讓自己會發動到弄緊一雄，對不對？整個企劃團隊要想辦法，然後要客家總嘅特色同料理結合做融合，而且你還要結合來賓擅長嘅東西。冇唔錯。因為當到就佢出家，有上司迄佢就出家會做嘅家鄉嘅料理，還有當到迄我們就是比較傾向從產地到餐桌，有啲時間迄產地嘅特色嘅農作物做得老，嘅心中嘅拿手菜做一下結合，就有冇空用嘅米西，冇空嘅創意到底度。而且也會順沙了解當地嘅人嘅故事，還有佢嘅生活。我就記得公館嘅是魚池那一集，有去拜訪一個蔥膏班嘅先生，有同蔥膏班叫他嘅先生還有教賈斯汀蔥散糕，有蔥散糕。對，然後嘅散糕班嘅先生是我的老師。我看到樣片嗰陣，我就會叫子哎，我想說天啊，我小時候的。我愛從3歲就同佢學蔥散糕，真的哦。對，你說我唱出你就流淚了。我就看到我的老師教你蔥散糕，就從愛韓式世界蔥散糕給用哎。我真的很久沒有東久離開台北東久，我就冇看到我嘅欣賞哎。對，所以我覺得那個對客家人來講，就是完全的狗血誒年代對客家種嘅回憶，全部就到底部。對，很棒。咩老重要，睇以後當小轉去家鄉，嗰禮拜看到，比如2、3年、3、4年過後，再轉去看家鄉，有冇共用嘅
算係面向，然後無強用嘅回憶甲然後情感。对啊，像客家嘅料理没強用，雖然大家就懂好食客家料理，啊也還沒有懂到客家傳統，沒有客家料理，啊唔過許多呀客家中式到嘅客家料理最冇強用。孟大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許多呀下，應該有40人食嘅吧？我係記應該除了40人食按到嘅，呀40人食當中，你有印象深刻嘅客家料理冇？印象深刻嘅哦，大約就係客家炒肉。又係炒肉，他剛剛已經講了炒肉，你還要講炒肉？冇強用，客家炒肉冇強用哦，因為大家啲嘅客家炒肉特別都有乜解？就芹菜，然後豬肉、我嘅冇豆腐乾。豬肉，大家版本不一樣。傳統式咧就係芹菜啊、豆腐乾、豬肉用嘅，然後葱嘅等等一條嘛。對。唔過嗰樣是去公館咩公館？佢係江老師，然後江爸爸佢做嘅客家炒肉，佢就講正統美麗嘅客家炒肉，我吞口水，就三樣，豬肉，還有葱嘅，就三樣天天，其他就做唔得加，其他加就係加嘅冒牌嘅客家炒肉。沒有，佢講係傳統，較正統。大家蔬菜冇強用，因為客家天師台嘅同事有舉辦伊個發通很多客家炒肉比賽。就我們同事就搶七家布卡嘅斯泰人，煮七家布卡版本嘅炒肉，太家強下色，然後每一家都不一樣。就各家有各家嘅煮嘅手法，然後意思冇強用。當時嘅食煮嘅客家炒肉，因為佢用純酒、純的米酒，冇加水，下去炒的，係啊，嗰所以煮起來，哎呦，這才當強，係啊，當厲害。肚子開始，肚子我也是哎，這個時間都是他肚子搖。對，古時候根本就未係拜年哦，等下卡亞地位按補頭9點，大家就做得來數看動吃來煮食。啊，因為這節目啊，有請到東東來賓啊，溜溜咻咻喊第一周，就是孟大哥還在水深火熱當中，就是還在持續在製作。古時候有懂精彩嘅內容，要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繼續講故事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！我係鍾永權阿權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客家天師台嘅新節目哦，我都懂吃來煮食。你看我還有學孟大哥片頭的那個，我有聽出來啥？來示範一次。懂吃來煮食，大禮拜二暗晡頭9點哦。掌聲鼓勵，因為啊片頭就係孟大哥自家來錄嘅，對，嗰時候大家暗晡頭哦，根本嘅暗晡頭就有誒，就做得來準時收看哦。好，接下來福喜來既然有請到呀太來賓來到節目當中，當然福喜卡拉 OK 就會來問一下了哦，啊自由作答，這都沒有 ready 好的。OK。好，第一個問題係，親中意嘅客家歌係哪一條？最喜歡的，最喜歡的客家歌。賈斯汀現在腦袋裡面有太多歌曲。老山歌。你說孟達，你要說老山歌嗎？你去給他講老山歌。啊，你不會唱啊？那你要唱兩句嗎？就是新大茶夫下狗眼路，愛嘿呦。有嗎？我還是這一整集腦袋都在轉圈圈。我愛這個係同中醫吳勝志老師嘅牛嘎嘎，牛嘎嘎，對，很厲害。因為賈斯汀是不是很喜歡搖滾樂？對，很喜歡搖滾啊。所以吳勝志老師那種，吳勝志還有陳偉如，他的很搖滾的。所以你有這個比較前輩類的，也有這個比較新生代的，都很優秀的音樂，都很喜歡。羅國立老師的旋律，你真的聽很多哎。我聽用風格就幾度會唱，很厲害。因為你比賽，叫我說要準備10首，好了 ，OK，查。然後就糖豆、豆豆後糖嘅客家歌曲哦。
太多诶，太多诶，那全部那吃都全部拢后堂诶。对，也伊不会做的溜溜咻咻会看到贾斯汀在东东客家嘅演出，会出现，会去表演哦。所以大家做的好好注意哈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题，最难忘的外景 NG 片段。我先问孟达哥好了 ，NG 或者是最灾难的事情。最灾难的就会有一摆，就會記，3萬10里嘅，迄幾樣是迄秋天暑假時節拄好，迄東島颱風嘅時節。哦，去年好東島。迄新聞就講，迄6樣幾日哦，會有颱風登陸。對。古時候嘅前一就工作人員全部都會拜託講。迄颱風還蠻第二張來，因為降雨就會撲嘅。對。係啊，嗰時候6點多嗰陣時，差不多安布台8點，宣布全台停班停課。嗰時候降雨全部錄影哦，全部就會取消，全部都延期。延期以後呢，要差不多隔2禮拜。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會講，迄農作物啊，總唔得等。2禮拜過後，東島東西就會爛鐵啦，無就會爛鐵啦。嗰時候就季節就高鐵咧。嗰時候嘅離園啊，就會拜託嘅頭家，比如講喺兩條你啊，本來就賺。嗰時候真有機會去撲離園，冇就冇嘅，係啊，時間過嘅就冇嘅。這是我一個清辛苦的素材。奶酪都很有應該。因為佢帶賽啦，帶賽。哎，他出很多外景哎。就懂多哎，其實我也是蠻老鼠式，我也是帶賽的。那還記得，因為我們跟宇慈拍的那個，我還記得。我在煮飯的時候都很安靜，沒有什麼聲音啊。然後突然遠方有那個鴨還是雞啊，他說然後說Justin誰教我？然後整個現場大家都是很安靜，然後就突然就笑出來。給的講法。還有一拜來出外景，然後那個製作單位他說在日月潭水都已經退潮嘛，對，他說哦我把一些那個蛤蟆丟在外面。那個泥巴上，我要你們去撿。我們2個去撿，回不來。整個陷下去泥巴，然後攝影師也過來救我們，攝影師也一起泥下去。好精彩很精彩。他們好像有拍花絮。對。嗰時候其實出外景真嘅會遇到東島太細，冇辦法想到，沒有辦法預料的事情。今日透過節目當中，要同大家來分享。不過整個節目當中好誒，其實有個節目唔單止會同大家分享客家好食的美食，還會同大家來分享大家可能唔知也到這些有名的人，也到客家人。咪可能會同大家來分享也到同客家情感通人的故事。孟達哥做嘅按到攝下來，有知道客感通嘅故事，就嚟同大家分享嘅冇？就係因為啊，就邀請東島來賓轉去自己家鄉，所以第一時就係吉娜節帶家爸爸去請去桃園請家嘅家婆母卡，係啊，因為佢細時節差唔多5歲時節，差唔多嘅。家婆嗰邊帶過，嗰時候1拜張轉去哦，當久已經那個時間就先冇講係啊，已經20年冇轉去，向大家向族來食飯，嗰時候就請感通，個爸爸咩80人歲，表哥80人歲，個家婆90人歲，大家都給老扮演啊，向族人用食飯，曾經當感面，還有1拜就係。energy 啊，啲嘅嘅朋友咩嘛，係啊，佢咩係轉去嘅，算係阿婆嘅屋企，因為佢大概細時嘅講完嗰陣要轉去同佢爸爸轉去食飯，自從嘅阿婆嘅爸爸就走退以後，睇完曬走退以後就佢少轉去，經過1拜再個轉去。咩已經隔離20年嘅時間，再個轉去家嘅阿婆嘅屋企、親戚嘅屋企，然後家嫂妹向做人用食飯，真係嗰種感情啊，然後回憶真係，嗰樣子到現場真的係有一種感通嘅感覺。對，因
因为当久咁樣冇轉去嘅。七間未共用，就是很久沒有按用嘅回憶啊，透過鏡頭呈現出來，有大家七家嘅故事，然後老家度嘅感動再個講出來，而且我知道我看一道節目。有一類我們知道情感痛嘅，就係啲親密食飯食提過後會開始變音樂，然後呀音樂就會一直持續到後面那個工作人員名單跑完。雖然你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節目嘅包裝，但是我覺得佢做得老家嘅情感延續到親密，而且我看到是個音樂一向都有一些某共用從某，這是孟大哥去噶，想要結合自己的。我就知道說。嘅當初在設計嘅時間，就想到ending啊，按樣辦去做，按樣辦去包裝較好，就想到講有，就想看幾些節目當中，下來啊，就想看戲用誒，有一些片尾曲嘅感覺。我上來就會針對這些節目嘅內容，唔管係溫暖嘅，也係歡喜嘅，就設計無共用嘅，算係片尾曲到底度，希望呈現一種無共用嘅情感，就延續。節目的內容按用一次延續下去，而且我覺得有一種小彩蛋的感覺，因為賈斯汀的那一集，會不會咩係勁衝嘅歌曲？對，勁衝嘅又係山歌。對啊，所以我覺得真的懂神奇，而且我很多地度有好多東西，我看吉娜姐嘅戲嘅反掛翻，我冇試過反掛翻，冇試過，我轉到不卡。就是 contact 嘅新人做到我看看就立刻煮反掛翻哎，我真的覺得就是很受用，就是會作為你看下的節目，你很做的好多要煮飯的技巧。那賈斯汀有好多冇？有好多呀，這個客家的料理啊，帶轉去去甲不卡來做的冇？有啊，我哋頭擺帶客家嘅那叫什麼控肉，對，控肉，帶轉去美國。帶轉去美國，唔係啲亞洲做大夫，嚇我一跳。先夠魚啊，對，先夠魚煮，在我們那邊就可以煮這個牛肉啊，帶調味料過去。董浩是自家做三明治，就是像手撕豬肉三明治。對，控肉三明治，還有客家人嘅。鹹豬肉，當好食嘅。我自家即係我朋友嘅阿妹啊，佢嘅鹹豬肉，當好食。女朋友媽媽的鹹豬肉很好吃。當好食，我喺條擺帶轉台北，我哋會煮嘅時間，我就有一個想法，先把它熱。因為已經煮好了嘛，先又加熱，然後我們就加那個日式美乃滋，在上面燒過去的感覺，再拿一個炙燒，那個火把這樣炙燒。我學起來了。賈斯汀要不要當那個料理節目嘅顧問？做得到，很多創意料理。對，都好食咯。係，古時候想要了解到客家嘅好美食，韓國客家人嘅呀情感通人嘅故事，大家禮拜二按部條記得要準時收看懂吃來煮食咯。今日神夢之中人夢大哥，韓國神夢賈斯汀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咩神夢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等下來做運動哦。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？我記得啦，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，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影片嘅連結啦，記得我分享出去哦。